弟的他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了。弟弟，娘，不要着急，你看，这里有米呢。米？米？娘已经2个多月没有见过这米了。娘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少妇，今日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了。妈，娘来问你，这米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一声，米是从哪里来的？娘，你，一声，米是从哪里来的？娘，今日我爱乞讨，可去。上身与半城，他年过半百，父一子，愿买水包当亲生。1岁能买你粮，3岁能买3两米，这些大米是他挣，谁保生亡句这。
谁想还去给你治病啊？叫为娘受伤的呀！二娘，娘，二娘，二娘，送你，吕老爷言道，叫你母亲写着满身文气，满身文气。娘妈，自己来写吧。那要以你母亲的笔迹来写。草编成故事风衣，家住在花园家城。3年前，随父浙江落成，现在只怪为家林没生，很强盗劫取文银夫。无算悲，国母已交天，天不应。
处也得去了。你现在我睡就来。水宝儿怎么晚不回来？水宝儿，他在这里。哪里来的文女？这是水宝儿的卖身令啊！你是什么？水宝他为了替你宽临，卖这个洋嘴，自告上阵来卖惨。哎呀！文亮，文亮，醒醒，文亮，听谁把卖了身？文亮，我见他广场死里心，我的死惨得一遭又将情，分明是将我害尽。王思成，文亮，你怎么样？你快去把水宝找回来！啊，我去，我去。水宝，水宝！哎呀，不好！我去问你，也有99岁月，要他匆匆这么黑了，都从马找不成。等我这位元气，眼前有风雨。夫人最好。
爱
血之中必见因。切，早已请了我登门。既发蟑螂遇了空。哎呀，到那时他生下小儿子，你我的手指可怎么过问啊？不用怕，让我寻到他，再慢慢送他们进列王。到那时王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吗？连我哥哥的小母娘也变成我的小娘子了。哎，以我之见，我还是把这个脚摆脱掉，让他得下我去四目对证。嘿，拆掉脚板，他会眼睁睁地往我里挑吗？不能成，只能移。趁他不注意，破土一声的下火。对，咦，不了。嘿，快倒！哎呦，快倒！叫俺落地可以生。
小水天子
门。夜雨黄昏，万千迎过方平。这声音好像是母父哀问了。站子，进去。请问施主深夜到此与我结识？若男子身无所可敌，万千迎过方平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里是安堂。安堂。我们
迎接长元公。长元公到，欲请长元公。下官下官刘铁壁，自有离别丧亲，难报养育之恩，生生之父爱问了，生生之母辜凤英，分了父母亲。你是儿子谁报啊？你是谁吧？儿是谁报？谁吧？母亲。儿啊，这是你的卖身礼，你快拿去赎身了吧。卖身礼。娘啊，啊。
快请老夫人为夫。儿啊，母亲。不见不语，不追不由，在中间。请哥哥晚下长头战，我可在那里心不安，因此我忘记买披上也买鞋吧。他去下句，脚一拐，个手一抬，眼一翻，留下家财千千万。一家与我来成单。哦哟，快弄真是个老实的。那现在拿来，这是可不是脑子坏的呀？哎，这叫一直手要连忘记，得叫那老辈上天，小弟我他送那大嫂进老单。为师今日要醉了，金龙，为师这里有位问一问李库念的。哦，曹着的却不是，自对神对计，后在夫正期，本是同根生，相见何太急。李库觉得，这解读嘛。像我那宋姨娘，为免我家财产，她不念收入之金残害过日之亲。这相见情结嘛，后期求千也。放生之心不可无啊！有甚记下了？金龙言气。那年我他年回家过扬州，多谢你不教虑，大小早进我手，交回眼前一山去，你父母对我情意恨，只盼等我记心疼。员外吩咐，此言不非，还请我老先生随下父亲。那要是王兄算是一程，必当是此。哎喽啦！金龙，你弟弟怀疑你，那恩是他先生又为娘相送。先生请。
谢天谢地，我弟弟他本月来连地都未进，不料今日烈爽，他还去骑我来了。新郎、二郎啊，喏，姨娘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酥饼，快请你弟弟吃吧啊！我不要，我弟弟说他只吃我娘为他做的酥饼。行了，我你母亲都是你弟弟的人，他做的就能吃，小娘做的就不能吃了吗？来，拿去，拿去。老畜生上去一等，小畜生和没听歌，到阴间去做父子吧。走。哼！你想跟那个姓我的一起死？我求求你不要如此，娘，弟弟他，娘，让我，哈哈，我的亲哥哥已经死了。我今朝要为我的亲哥哥报仇，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你到公堂去告了啊！娘，儿女到公堂作证，为父伸冤。不可，此经滚滚相误，欲冤难伸呐！我猜，为今之计只有将小公子送往边关，得靠他的军务，才能保得小公子性命啊！啊，事到此际，也只有是此了。我去准备一下。娘，金龙。娘。
亲，你是哪家儿郎得中了对名状元，还是儿郎的父亲得中了对名状元？是嘞，这常元姑的年纪倒也不小了。这常元姑的年纪嘛，与母亲你差不多啊。哎呀，这与为娘有什么相关？怎可私自言讲？母亲，他与我们那是同乡。同乡啊，他们知道我父亲的影踪。儿郎，那你快请他前来。母亲不用去请，他实在是会来的。他会来吗？啊，来拜见你这位师祖母嘛。员工到。哎呀，母亲，你看他不是来了吗？儿郎，你快请他进来，为娘我要问他几句呢。你要见他嘛？我的一二三件事。哪三件你去讲嘞？第一件嘛，母亲不可哭哭啼啼，叫人伤心。你的这儿呢？这儿嘛，母亲不可怨他恨他，使他难堪。哎呀，无缘无故的，为娘怎会去怨他与恨他呀？这三年，这三嘛，母亲你还去拜见师祖母的家事嘞。哦，你是怕为娘我有失了儿的体统不成嘛？哎呀，母亲，好，依你，此次有请常员公。这场岁月生也来了，免礼，他也免礼。这是那有八百张的礼。我常员公要我嘛，就拜我的母亲吧。师祖母在上，虽万事也罢。起来，一帮手下。师祖母在此那有万身的说。哎呀，常员公，我母亲叫你说，你就起来说嘛。是告诉。我倒想起来了，此番并去，想将王金龙将军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万岁要我草拟诏书嘉奖于他。是此月升告诉。常员公，常言道，这积累之马这案子，何况我母亲还想与你续单。常员公请坐。常员公请坐。请问常员公真姓大名，故居何司呐？下官安问两家是华安院。你妻顾凤英，你儿叫安水宝，他卖身已有18年了。难道这师祖母为困想？你且来宽我一面。不，太官师祖母是有失德之罪。哎呀，对呀，快我！不过，哎呀，不过，哎。哎呀，恩师做事强于天，就像我一生最傲气，花田里下雨天地，趁早出我一年。
常员公，请坐。告诉告诉请问常员公，你是怎样度过这18年的？是做我用兵，哎呀，乡野川水，北村莫是18年。想当初别追母亲走后悔，母兵结在金项链，再起伯父负重击，伯父奉献同年才，亲戚不过骆驼园，早面扬州当太阳。爱我家说故事里，糊涂安郎有一位，孤儿官子难赦免。惊动了四太难赦免，我不该匆忙生你当母亲。常员公恰是你记在里呀！此时在我失劝他，就是告辞。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分了！哎呀，我是你妻凤英啊！凤英，分了！我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哎呦！哎呀，老了，老了，还拜祭的，是大人，弟弟，儿是谁包啊？哎呀，谁帮我儿？你的母亲陪到陪你。哎呀，不得了噻，不得了噻！哎呀，不得了噻！大将好风正坐，王金龙兵推公主大火。皇帝老子下诏书，乃是为赵金金哟。我得为他来等，与他也记他心难哦。他为这到扬州西庄路，我怕对多。这我心里多做。侬不要急，我倒有个办法，没办法。你是心中的花烛啊，在他的身上下不花烛，心人母啊常当中，却望
心
哎
心痛。要是为他们的为，二老不哭，二老你快进去注意点吧，快进去点，进去呀！有一点好，快一点呀，快一点！我们怎么开着呀？哎呦，顾不得许多了，快进去吧啊！哎呀，姐姐，大嫂，小叔向你请安来啦。小叔小娘，我刚歇息片刻，我这就去退磨。大嫂，你这不是拿什么？哎呀像你这样大富大贵的人会退什么模呀？哎呀，是啊，姐姐，哎呀，当初啊，如果小妹不好，哎，这姐姐受了委屈啊。no，哎呀，这是王家的也是。上不，外不能，外不能。打着，你们这是何意？不过这个家只有大嫂能当的。是呀，那这时候是的，我要退磨去的。退不得。哎呀，退不得，啊！怎么？我已经退了整整5年磨了，为何自己又退不得了？大嫂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我对你这也18，黄金国龙并可以过，如今做了大官了。是呀，我是嘛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姐姐生的儿子嘛，定算是做大官的了啊。对，等金龙回来，在他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一道鬼神抬头笑一看，笑一笑什么都过去了。大人不笑，天人给地，君子不计小人过。这下都比好长寿。大嫂，姐姐呀，我还是不肯原谅。我们就长为不起啊！大嫂，多谢秀水儿娘如此照顾我母亲。你是谁呀？才儿黄金龙。哇，你不是做官了吗？小嫂需要取笑，这儿乃是私处流浪，乞讨为家。我去什么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是生个女子嘛，只为王家东后一进门，破门而上，飞刀即枪。小叔小娘，请你们高抬贵手，我这就得进楼离开这里。我开门，我要带你接过去。当真要去？大正要去。孤城要去？我说要去。好。来呀！将他儿子押进死牢天去发落。母亲，母上，王贵少公子做大官了，做官了，请母亲进来给我一裳。
不必多惊心。王法不家不随身，做事孩儿安排的，家山上有应不起，才是我的娘舅人，他家团圆好自己，不是眼的娘夫人，你与他私生相为许久尽。王将军到，王将军来了，快快有请。王将军来他这位燕妻，恩师，月生拜见恩师。不怕起来。王将军，今日特别主爷爷认为你这份喜奏，这二人呢，徐徐求情。就操劳了。六十一将军送，朝阳三千陈操行。我方前途升将军，两嘴才官王家臣，归乡可有华从？有的有的，我常见华草棚里采水采。心为敬畏分归根，许多年往生俱成，成了雨下花若18层，落地39层，30身高只差金，随意也看不去。母亲敬酒将他醉。啊，来来来，将军请。哎呀，死了。放花梦三转细细情。若是呀，那你想是为娘了？哎，这从何说起呀？啊，燕妻，我夫人四海生病，疯疯癫癫，望望燕妻多多原谅。哦，原来是此儿啊！他是儿的相逢爹地，错把金龙当青蛇。本当与他来争人，与怕伤哎，与平生，啥能使他死而平，倒不是十三太子做人情。我这里家已将他裁，啊母亲。
不哭，进入眼睛，不哭吧。儿不要进入眼睛，儿不要，儿啦，哎呀，儿啦，哎呀，不能动手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真分清啊真相，爱不成最结局啊！不弃我相藏，迎上罗灯的捶胸膛，长龙去外。万岁之女儿请上殿，一字。嘿嘿，儿妻不必来争恩，我是一好丈人，我是为父把母亲。为父亲事言真情，一字。我只下去两位夫人上殿，俺虽有旨，刘王娘亲带我上殿。领旨。一
南农山，十岁娇儿名受报，为父子病每时生。无父得子，同怒气，命我所为儿亲生，我心儿心到王家城，方知儿去太远程，遇见恩东太起话从来两角生，我儿天生与老子，所以取名叫老金儿。天下对儿一同走，再来是冰天雪地无奈意。因此让我要把谁子不学思心，妻儿操棚让他重举身，怕的是手难相认，才儿虽弯腰样，母子离18年，金龙正当19春，他生去落子于呀，子子姐姐不差关傲分。万岁呀，未曾负作子，将儿生，且操一碗生。万岁！万岁！面前忙定本，臣父把情意最深具，下子扬州王家城，我父名叫王朝臣，过门5年怀了孕，生下金龙喜万分。愿
妻一样心，真真假假是何分？我再问老爱卿，今后是你追门生，还是王家生来，还是王家灵？你秉公举实罪，花大人为了讨子将追门，没想到将我做了两难生。实实今我是阿娘，我岂要落过去居民？实实今我是他哩，难谁你我有私心，这一世那么听。总用知道能力深，万岁爷，你曾在王家这三层，是你娘是情深，我有福利我都高不起。万岁，请万岁赐下金针一枚，当当滴血为民，使亲生鲜血相拥，为亲生鲜血两倍二分。每日今生是恩，你们那个母亲献词，母亲写词，母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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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。
19年，一梦金发新。万岁！年轻你真情，我曾太平上离别苦，19年，两个母亲都生了心。京城里才把亲娘见，南山林森老娘房，情啊。娘啊娘，金龙虽是恩家生，多亏娘甘苦屈膝养成神。仔细数不尽，人我留下老娘亲。老人家穷亲能与得。你